新北市图书馆总馆和台语团体合作开台语的志工训练课程，设计教案配合念谣、手工活动等等，让囡仔唔但听志工讲故事，嘛会当体验学台语的兴趣。比如讲，你收礼物的经验是啥物啊？收到的礼物，你的心情是安怎啊？你想要收到啥物款的礼物？透早就开始激头脑，志工当地讨论，若是配合绘本，会当安怎设计互动，用台语讲故事。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自5月开始有开台语百老汇课程来训练志工。有志工表示，正经要讲台语故事时，才发现讲无法度甲华语迄套照搬来台语，因为有真侪囡仔听无。台语嘛，这毋是咱的母语吗？我应该会样讲，可是猪我摕来看，我感觉，嘿，每一个字一个字安尼讲吼，看到迄我感觉。干嘛不简单？要字正腔圆。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啊，让民众可以很自然的就在他的生活中啊，在图书馆的场域就能够去学习台语跟培养阅读的习惯，让这个母语啊能够在世代间传承。为着要让侪对台语有兴趣的亲子家庭，伫咧图书馆都通接触到台语，通听台语故事。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邀请台湾台语路协会的成员来指导对无共分馆内的志工。讲师表示，透过教案的设计，对选册设定主题开始就真重要。嘛，着思考有啥物歌谣会当增加互动、开喙练习，安尼囡仔故事听了嘛，较会有印象。今仔日的主题可能是色水，安尼我就可能爱先选甲色水有关系的册，可能先选甲色水有关系的歌，甲伊斗做伙，安尼咱的活动搁练习一下。因为咱咧学语言的过程，就是爱一直溜，一直溜，一直溜。新北市立图书馆表示，有打算对7月开始，到予志工投入各分馆，用台语讲绘本故事，会有超过50场的活动。未来嘛会办愈侪无共款的活动，对多元的活动内底，家长嘛通找到囡仔喜欢的方式来学台语。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